你哪还未困？我一直在想，较上3顿拢要食我煮的菜，我若是去办桌，是要安怎啦？卡上这个人就是安尼啊，爱讲念。你明仔载哦，该好吹2句，阁无代志啦，来，来歇困。英俊，你那只换精神，我才好啦。这你哪会安怪我啦？想叫你早遮尔一下来我食。行来。哎呦！是安怎？我惊煮食去烫着的啦。哎呦，你无较细腻的，我摕药互你抹好。我有抹药啊啦。无要紧啦。来啦，我来甲你烧一下，来啦。你安尼敢有做人的婿起工的？副师，咱这做总铺的，一日款互人客食3顿呢。你叫我逐3顿都要量30分，互你等去厝煮饭，安尼你就干脆踮去厝煮就好啊，何必来做学煮食？无啦，我是讲办桌的物件，我会量早甲款落好，时间小切一下。食饭的时间是要哪切啦？你安尼量早煮款起来，人客来就拢食冷菜冷饭。无啦，一道菜总有小有冷啊，小冷小塌，应该会符合人客食才对啦。要做唔做啦，唔做煞啦。副师啊，歹势啦，我甲教话讲2句啊啦。人咱下吼是足有心要学煮食呢，也毋过吼，因迄大家吼足歹风台，你嘛知影，你着好心做到底，斗3工一个啦。我相信吼，下袂去5桌工课啦。这其中若有啥物状况吼，我才贴伊的亏啦。我这个人吼，足会堪要做的咧。副师。好啦，莫去误着我的工课就好啦。请甲恁遮吼，实在有够无路用啊！阿弟啊，多谢你。哎呦，姊妹仔在讲啥物话啦？我等下煮个饭，煮好水来啦吼。好啦，赶紧来咧哈。卡莎，我饭菜拢烫好啊，好食啦。哦，你鱼也不用烫的哦。嘿啊。哎呦，甲你讲鱼也唔用煮的，唔知会死。要做总铺的人，嫌这点你也唔知做啥总铺。明仔载要来外庄办桌，你又要叫别人甲你摕去啊无？免啦，我徛倒摆真紧啦。
有啥物代志，咱拄我做就好啦。我是问你，我下转来袂啦？啊，哪袂转来叫恁来啊啦？无赚圆啊，十定赢变万户，叫伊较早转来咧。啊，到即马袂，伊啊即个做人使啊起工去。我记啊，电话哦。哦，好来啊。喂，我外机啊。啊，好，我知，我知。阿阿姨，叫伊免来啊啦！哎呦，伊即马袂用来啦。我知啦，叫伊踮咧厝里好啊，以我面大家安尼就好啊啦。唔是啦，阿霞吼，伊桥倒摆去跋倒啦。啊？跋倒？啊人咧？即马去富山区的啦。哦。啊？啊，大车好来送去富山区啦。阿霞有信啊啦。细声哩啦。是毋是惊去甲吓惊着？惊去惊到隔壁的人啦。哎呦，啊！那你也毋是毋知我这个人吼，本来就大脑后空的啊。啊！那即摆人有好无啦？不要紧啦。不要紧就好啊。哎对啦，这3000块吼，你摕去用啦。免啦，我紧，你家留喺身躯边用啦。啊无啦，这阿富师吼要互你的啦。我甲你讲吼，还未开刀以前吼，看你无转来，你气甲咧，我要甲你。啊，英俊啊，知影你伫遮无？哦，是拍球啊！啥啦哈？我那存100块呢。啥？100块？100块尔。头啊，你哪出位者啊？这要代志啥？讲伊无钱啊？无钱啊？无钱，无钱你就无甲会练水手啊？我毋知算到倒转。哎，你真无参杂咯！以后若要播，大家靠脚生活就好啊。这个礼拜无开啊。哦，这家手指阁袂歹。这个手机我袂晓互你用啊。你卡干你啦！手指唔办过，要我相信啊！哎，要怎么着？叫他是要我打倒去，嘿。兄弟，较歹势吼，我较错咯，转去甲伊改药哈。然后这家手指啊，准5000，剩的唔通减电影啊。啊，若无我去恁兜收也无要紧。对啊。有啦，有听的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啊，阿霞有心，较细声的啦，会去甲囡仔惊着哦。啊你查某囡仔人安尼讲话小叮当，鸟叫甲滴嘟。哎，石魔嫂，你讲话较客气的呢，我即摆毋是你的新郎呢，哈，有通好你看嘛就嘛，啊骂假的哦。有心的人，搁安尼走来走去，你是毋惊走了楼梯哦？哎，迄是你叫我下看你后果的呢。卡啥？是的啦，我嘛毋知我有心啊，若无我哪敢安尼走来走去？你实在目睭花无睭暗啦！阮招家是干那英俊啊，这个孤囝尔呢。你若这间厝有想要大吼，你巴肚就去碰互掉啦。吼，你愈骂煞愈有算的哈，你看袂做吼，你家己去死啦！你点去啊？你讲啥物笑话？也未嫁人就笑人无尾水。出去啊！我遮无关你来啊，大飞机啊！吼，你若
你有心啊？啊，你喙笑嘛笑，你是咧笑啥？你即摆有某有囝，都毋知老母的好保是何倒点，才伫咧负两啦，还袂上价啦，着搁等遮久咧啦。卡桑，你是安怎？哪会讲啊遮歹听啦？人阿是有心，你哪咧无欢喜咧？我是要欢喜啥嘿？少年的有心，你笑我即个老的袂生啦。我即个做老母的，敢毋着讲倒囝的面头前笑互你看心？就无啊嫂啊，你讲话吼，也毋惊去夹着喙子啊！我是拄则听你讲遐话，听了足倒大哦，才甲你两几啊透气啦。人阿下吼，才无甲你应到半句啦。啊，小婆啊，你毋是要去坐假，搁倒在这发玲珑，进去啦！卡桑，阿孝有心，你嘛通做阿嬷你，这是真欢喜的代志嘛，对无？莫受气啦。我若无带念讲，我迄个金孙都伫咧人的腹肚底，我怎袂当互遐好食困咧？华姐啊，你啥姐姐啊？哎，我嘛要来转啊咧。这样啊？哦。哎。英俊。啊。你哪会来敲上房间，门搁锁的啦？无啊，无啥。你哪会无转咱房间倒咧休困啊？我袂要紧啦。你面色哪遮歹？你是安怎哦？大家最近较无闲的款，有较忝。你家身体都爱顾呢，即摆是加一个人要靠你哦。我知啦。英俊。你的手指呢？哦，我收起来啦。我今日出门哦，无头前啊乌皮蛋，我收起来。你若袂叫我囥啦？对啦，我约一个客户要讲代志，你较早休困吼。英俊，我要食饭啊，你要搁出去？袂是约好要食饭啊，无去要哪样的？我来去啊。你安尼是要甲英俊人咬死的呢啦？我甲你讲，我干那要爱因兜的厝甲地尔，你甲惊到唔敢来搬，我是要摕社会咧。咱现在要创啥？好啦，我睡觉。英俊是安怎？跋输囝啦，人要爱伊的命来安怎？英俊的跋筊。得到我牵绳的咩？啊，无伊无头无路，是要过生活啦。你牵伊去跋筊？你毋是讲伊有偌好？你毋是讲伊袂应当因子？我特别互你看卖，像伊即款无路用的查甫人，到尾下场是安怎？原来你是无欢喜我。我哪会假咧？你目头干一个，我就惊啊皮皮出啊！我是咧想讲，我若无甲英俊人解决等下，你反省无来，将我放杀，去找你的旧爱人啊！你哪会怀疑我？我无怀疑你啊，只不过我是看英俊足袂顺眼咧。你有哪毋是看伊家厝仔人足赤目的？那安尼好啊！我将伊家伙仔人赶出家顶做去食，那安尼咱是一举两得啊！你明明就是咧搞激气嘛！厝内面事事项项拢是我咧注意，哼！我占管你无欢喜心。阿如诶，翁仔无斗阵，就免讲了收明饼嘛。搁再讲，有通食有通住，欢欢喜喜上要紧。不管是前缘斗家，安尼敢袂伤忝？
翁仔某的代志，何必着牵连到别人遐去？英俊啊，因兜的财产拢已经落在你的手头，敢讲你着爱逼甲伊走头无路，你才会欢喜心？钱财较济我拢袂嫌啦。佮再讲，英俊若是生是死，你嘛免吵。除非你心肝内阁有伊的存在。好，无影你要甲我讲到有影，我看是你惊我，还是我惊你？英俊的代志，你即是甲我停手。我毋捌剃头剃到一半的啦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好诶。哦，你搁真守信用安怎？今仔叫恁大家咧讨钱是无？无啦，我即马虽然无钱，但过我有厝摕伫个，我明仔载去浪费钱啦。三八兄弟毋这呢？其实你无摕钱来，我嘛袂对你安怎啊？有啦有啦，我即马有钱啊！我是袂花钱出来而已啦。我今日摕厝摕来互你看，表示讲我即个人袂走伊啦。诶，啊恁真无意思呢？英俊也是我带来的人客，你叫伊摕厝摕地客，搭要互伊耍，安怎？你甲我林文清当做啥？随时要走路哟？无啦，林董，只不过吼一寡假小算无清楚，有淡薄仔误会咱尔啦。英俊，你猜偌济啦2万外啦。 2万外。呾，照5万块，摕你去算。摕啦，免惊啦，我袂叫你摕厝客摕起来甲我借啦，摕，哦。英俊啊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得好好交代，伊要安怎算就会安怎算，知无？是，来，咱请。 7月半毋知影通死无，输缴惊啊摕厝客来扯死。我咧等厝客等袂得，煞家己摕回来饲好。遮英俊，恁爸仔看你今仔日安怎死？笑死人！等阮英俊啊，规世人嘛毋捌看人跋筊，伊要哪会跋筊？妈，要听唔听煞，毋通到时，互恁个宝贝囝把财产愈了的时阵，要哭就无目屎。哎，婉如，你讲英俊去跋筊？甲恁讲，恁若唔相信啊？去倒位？英俊是去倒位跋筊？你唔知伊去倒位跋筊？我唔知影，真是唔知影啦。婉如，拜托你甲我讲好无？但我毋是警察，我哪知伊去倒跋筊？若是要来人兜弄东弄西，白菜话要讲，毋通爱讲有头有尾，无证无据，讲阮英俊来去跋筊，是假话甲你笑的啦。要听唔听是在恁啦，好心互雷针。婉如，啊！等你一个面油头，甲面一个油菜的，敢若袂衰嘛，互你带甲衰去。卡桑，我看吼，英俊可能有影在跋筊啦。伊即阵啊，定内底甲我摕钱呢。啊，我前几工看伊迄结婚手机嘛无去，我想，若毋是在跋筊，伊袂安尼啦。啊，即落代志，你若无较早甲我讲嘞？哦，我都无想遐济啊。你都规头壳毋知咧想啥个啦，紧去找转来啦！佮徛喺遮紧去啦！我要去倒找啦。啊，去找啦，去啦！真无路用啦！